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是要上分肉文化。那今天的课程就是你打猎的时候，当我们打那个公山猪啊，公山猪叫做瓦利山，你也是瓦利山。所以那个思友老师给我那个朗读的稿，思海老师给我朗读的稿，巴布伊加瓦利山，那个是多词一起。我们是讲说瓦利山就是公山猪啊，没有所谓的巴布伊加，巴布伊加瓦利山哈。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打猎回来，我们要分享啊哈。为什么要分享？为什么要分享？因为那个打猎打到底要拿那个百合花。我们知道一朵百合花你要抓几只公山猪？5只啊哈，要抓5只瓦利山才可以弄一朵。所以你要分享啊，你打猎的时候你不能自己偷偷的杀自己吃，然后讲说我要带百合花，可不可以？不行了哈。所以今天我们的课程就是哪些部位是要给哪些人。那我们认识一下公山猪啊哈。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请那个涂英军五木哈，涂英军五木是我们这边的来尼鲁的营长哈，还有麦月梅改屋啊哈，改屋要教老师们教大家灌肠跟做阿拜。那嬷嬷要切这个，要把这个山猪啊切下来啊。那首先那先跟嬷嬷问好一下哈，嬷嬷好呀。大家好。好，老师介绍哈。这个山猪啊哈，这个山猪，这只是公的，瓦利山哈。公的跟母的要知道哈，这个母的哦，这个上面的这个会有，这个是一点点啊，一点点哈。可是这个呢，母的这个下面这个，公的没有母的没有。所以你看哦，它的牙齿虽然出来一点点，对不对？其实那个在下面的很长很长，这么长哦，这么长，它出来的就这么一点点，哎呀。所以这个黑色，所以那我们这次抓的是年轻人哈，年轻人，他是年轻的山猪，大概1岁多2岁了哈，差不多了哈。那这只公山猪是最厉害的，就像年轻人打架怎样？很厉害。很厉害，对不对？那个大的公山猪厉不厉害？你已经老了，你已经老了，其实不厉害，所以这公山猪会把公山猪会撞击我们，然后让我们骨折，然后它会咬我们，会毁尸啊。所以我们人，它不会吃我们，可是会把我们分尸，会咬着啊，然后头掉那边，脚掉那边，会这样。所以公山猪是最危险的。公山猪是最危险，它的速度很快呀，你还没有反应过来，所以这个是公山猪啊，这个下面有母的没有啊哈。不能让那个，它这个为什么每次都很累？这个它的不知道它到底怎么2门体盖，它这个每天都在磨牙，晓不啦？好。有个他那个比如说那抓的么好看就。啊，到8菜呢，我们在外面碰到的哦，最可怕的就是这个下面他们体盖，这个不可怕，这个是无所谓，这个才是危险，知道吗？那个膝盖。好，注意啊，这个不是五母磨的啊哈，这个牙齿你看这个力，因为有动物啊，它都要磨牙，对，要打架用的，或者是杀猎物用的，所以他都会去磨牙。他就是刚刚母母在讲的，就是在他讲说这个上面的这个比较恐怖啊哈，因为这个很厉害啊。好，接下来看这只公山猪哈，一样，我们先介绍公的跟母的有什么不一样哈？你看哦，
助手吗？把老师这样。好，来吧，好了，快。这个是公的，公的有什么？母的这边会嘟嘟。那这个是它的咕噜噜。那我怎么讲？这个是它的，然后这个是睾丸。这个像杀了才看得到。哦，这个是睾丸，这个是公的哦。那母的就嘟嘟，这个有没有？没有。没有，是长这边。好，这个是那这刚刚老师讲说这只公山猪哦，是专门，因为它年轻力壮，所以你看它的身材，它好像有点像超人一样，这个很发达。然后这个不叫细，不叫小。那一般的山猪很多个屁股大大的嘛，下次哦，没懂的啦。那这公山猪就是阿妈专门去找女朋友的，哦。好，注意看哦，这个公山猪，它的母肚这个要跟你打架的时候，你要小心哦，它会在那边等你啊，它会先给你泼，它会用它的这个先泼那个泥土，然后你看不住，砰，它就来了哈。所以它打架的时候，它都是用这个挖哈，所以公山猪挖一个像炮弹炸过的地方，都是用这个，它不是用这个脚哈。哦，这个是公山，所以它的武器专门挖，可以挖一个大洞。啊，这里哦。哦。好啦，就那一般来讲，因为老师我们去打猎的时候，对不对？然后老师有搬那个母母杯，哈，一般来讲他就会给我这个腿啊，哈，哦，那本来这个地方哦，有没有看过那个老人家那个不是有戴那个山猪毛那个有没有？嗯。都是拿这边做啊，本来其中老师要哈，可是这个因为它已经在褪毛了，它在褪毛，它在换毛，所以不好看，所以我们就不给它了，就吃下去了啊，因为不好看了哈。要1月、2月那个时候毛是最鲜艳的哈，所以这个时候它已经在褪毛了，不好看，会看起来好像是。他戴的时候也像是奴隶一样，不会像是头目一样哈。Pula lah, udah makan lagi orang lain, mana udah luka kalau kita dah, tahu le apa, udah kendaraan dah sama. Kalau mana kendaraan tu kopi nak, udah kaculu lah, kalau udah sama. 啊，冬天的时候比较冷啊，所以它的毛会比较密啊，会比较好看。那要夏天啦，要春天、夏天，它会自动，因为热啊，它要凉啊，所以它会自动脱毛、换毛，会脱毛，所以比现在是比较不好看了哈。好啦，开始了吗？好，哦，看到吧？对，咦，是新盖的，我都。Baru kai, ini, 等一下，光按住就不干。好，小朋友，如果你们等一下有任何的问题。